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青年動力協會會長、立法會議員郭偉強。今日咧，我就嚟到香港青年動力協會有份營辦嘅綠在興東，一齊咧了解下點樣可以抌少啲、慳多啲，同時間咧集結大家嘅力量，一齊為環保出一分力，減少我哋堆填區嘅壓力，亦都咧為我哋嘅下一代建設更加美好嘅社區。呢一集繼續同大家分享分類回收嘅小貼士，相信大家都對回收紙張、玻璃樽、塑膠同金屬都唔會陌生。大家知唔知道有邊啲日常生活中常見嘅物品其實係唔可以回收嘅呢？等我考下大家先啦。大家覺得牛油紙、報紙、抹手紙可唔可以回收呢？其實雪梨紙、牛油紙、抹手紙、熱感紙同埋含有塑膠成分嘅紙都係唔可以回收㗎。報紙、書刊就可以。雖然書刊可以回收，但係我哋建議將舊書捐俾有需要人士。如果真係唔適合重用，先至拎去回收啦。另外提提你，廢紙唔好執水，要盡量保持乾爽，冇其他雜質先好回收啊。至於玻璃樽方面呢，常見可回收嘅物品包括飲品樽、食品樽、醬料樽，只要移除樽蓋同埋清洗乾淨，就可以回收處分啦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鏡、強化玻璃、窗、魚缸、瓷器、煮食容器同埋餐具等容器都唔適合回收㗎。塑膠物品方面咧，建議大家盡量避免使用一次性嘅發泡膠製品，因為大部分廢棄發泡膠夾雜其他嘅雜質，增加回收再造難度。如果大家有少量家居產生嘅發泡膠，都可以交到綠在區區回收站嘅。我哋香港青年動力協會一直支持可持續發展，響應抌少啲慳多啲，喺度呼籲我哋東區嘅街坊一於嚟到我哋營辦嘅綠在區區，包括綠在興東同埋綠在耀東，我哋嘅地址喺呢度，大家一定要嚟支持啊！